一路来行，到尾行面结果是安怎？行到一半了后，伊出问题，问题出现到对，毋是出现道场的问题，毋是道场道理歹哦，是伊的心需要这个物件。后面，比如我讲吼，3日就要你成道，早在3日就要你成道，学到3日就要你成道去啊！到我遮紧，来较好。无迄个物件啦，到迄个物件了，心都是一步一步连起来的物件。像咱安尼经过40多年，这那是可贵的物件，毋是一步就40多年的物件。毋是开玩笑呢，是毋开玩笑，这个是学定句。不，看到写的物件，一点没兴趣，不要让我念书，无可能靠这个物件。我定句。心袂定对啦，就走去，行去，阮对比较后面行，这拢行袂到，这两步拢行袂到，较早老人讲一句话啦，放屎要看下身啦，我练你细汉话，这句人免讲过，这句毋是讲，这句话是粗鲁啦，难听啦，但是这句话足实在啦。因为过去给做个一个大汉嘛，大个嘛，就是对啦，对不对？较早就是安尼因为我对方安尼嘛，叫做大汉嘛，我叫来都有啊。若行不是紧悬啊，你今日放屎看下清楚，袂去练你来跌落去，所以这就是讲，你收到你若看见这个物件，你收会到的，你收袂到。我来讲一个简单的比喻。咱和尚过去就靠经理，过去就经理，过去做一招尾才来甲你看咱一定，咱过去有那方法一定呢，何况呢？但是你有法度，你道路上困难的时阵，你变化上严重的时阵，你也顶得了，你也能顶得了，这句话。你也能顶得了，无简单的，我讲无简单的，无简单的。我听讲的，阮当年，我们时阵啊，学师来讲，你若袂收钱，你敢听来咯？我的时阵啊，我人计规3万，怎搞起？所以伊经济就是不够遐，伊就是不够意境当中含菩萨，伊嘛咧搞钱。正对，咱有法讲一个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，毋是做我讲道理的人，毋是做点文书的人，毋是做监理会的人，毋是这个物件。这外一点文书出问题，拢这点文书出问题，咱讲2点文书吗？中医就2点文书吗？但是我唔是吗？过去的时阵啊，我用唔是吗？这大家拢是，拢要来做做事业的。进行的时阵啊，当问题你后生我讲这个啊，进行咧做做事啊，过去是咱女儿，头今年啊做无对，咱进行做做事啊，足紧的吼。我讲太太嘛咧做老监理啊，恁做事啊，恁老监理点点袂当才在高做孙监理，我话咧高老监看做事，即嘛这是叫无谈的个咩？毋是问题啦吼，这无好。这毋是咧修道，今日咱修道真正若修到含这个咱道理，咱就完全相信这个，要行落去，那安尼免修道，你这是叫做地位，你这叫地，你这就是有贪，我就贪你物件，你来我经理就来做，你来我老钱，我钱就来做，你来我老钱就来做，就贪我，安尼，今日去来练习的这个。我都想讲，念分别会去分别的，念保镖去保镖的，因为你变相走对项，这就是因为咱这两项就是邪和不洁这个产品，你若这个有袂行，这个就有袂行，所以这个叫做实定，实定中，
行，你伫这个安住条的，你这个相信，你这安住条的，你伫这个当中大家去行，无你行的这当中，你愈行愈坏。今日伊修办到内底当中，会惊还是当中出问题啦，有无？家庭的考验啦，地点的考验啦，某件的考验啦，朋友的考验啦，道德的考验啦，咱何时有这种考验过你啊？咱何时有考验过？真正何时考验成严重？但是咱这物件都定调，咱这物件定调，咱压惊较即马压无够完，你较放，咱压定调，咱开始行。这是这个，不简单，阿们行嘞。台湾啊，当年过去咱个话，去做老千，做做书啊，你这样子做人才啊，做一个本地做做中啊，做20多年啊，做袂煞，啥物搞死？你不简单，我跟你讲，上天讲那个好气，对不对？你也做会落去，那是无简单的物件呢。所以过去性来有难得糊涂，难得糊涂，你去行落去袂落啊！你毋免想要做孬的，修道就是要成菩萨，要人回归不凡的，毋是安尼做大。你这个世界要做大，这个宽慰、权位、全球方面的位置，伊这物件的实惠，伊这物件的实惠，这两就要搞清楚。权就是我方便，我因为这就是讲一切言行甲以无关无差别，这叫做宽慰。哦，你世间的这个，这叫做方宽慰，或者解释叫做方便位，方便位。你今日去，这本书理财，这是一个方便位，这不是实惠。我一定这本书的身份。我伫遮讲一个简单，我一定坚持身份，无一定是一个人才的身份。咱爱说就爱说的，爱是爱说的，这空空的呢，因为就是这害死你，这害死你。我听说这样说，哦，你拢安尼讲，我来拢食你的啊，来拢开你的啊，你若要去面去甲贵咧，我就甲你骂辛苦啊，你若要去大底杯仔来。摕去才回来，我才袂讲你这无礼貌，你这唔捌咧，就是发这个危害性。我讲这实在，含我嘛还爱注意，我嘛想啊，蔡经理讲，我若来到这个所在，有食一个便当，爱来恁请一个，你咱拄则爱我请，唔通今日害我，恁今日来对我好，无对我好，阮太太想。我若咧到遮，啊，免恁提供两句话，我才伊讲，伊就叫我走。变成啊，你进来吼，有这人来想，到上请，安敢袂使？伊嘛咧讲主这个，但是我想啊咧食个便当吼，啊咧食个应该要紧。但是我得甲你讲，互我请一个，我开一个，这是我钱尔，大钱哪有开？啊，你有点啥物？到经济方面来讲，所以并且大家互相，唔是讲我做负责人有啥物了不起，绝对无。恁对我相好就是想害我，我肯定跟你讲一句话，我无爱有这种养尊处优的心态。真正嘛是安尼甲你讲，咱做这本书袂使，今日去到人家高高在上，哦，养尊处优，心袂使这是，心袂使这是，心袂使大是，心袂使大是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你咧行，行出做我，你咧行，毋是正道，你咧行叫做宽慰道、宽恕道、宽恕。我过去做人才、做组长、做领导，我做到助理，我做到经理，我做到负责人，做到经理。你比愈悬，你会愈谦虚呢？你比愈悬，你会愈注意呢？毋是我比你悬，我今日用我的宽恕，
袂使呢，老天咧你看咧，啊，即个行有行路。你开始咧行，你开始一个地位，你开始弄起来，你开始后面快得到，我出去了。之前我就讲了输出问题。唔晓咧，因为伊家己讲我出了去，我袂传道具啊，我唔听你的啊，我要做我的，钱收着就通开。进若要道德啦吼，若要做教育所来做监理、做副监理即个啦吼，钱摕着较做好开呢，敢是安尼？按咱伊谈人摕着安尼开，但是你后日即个因果你要睇，佛教一分钱，输大夫比赛。这个牺牲不是佛，皮毛在干嘛？这是属性呢。但是因为咱就是方便，我就是因为附件，我就是根本所报这个宽限，你大家拢无法情况。我杀人开，杀人赢，真的做人根本是有这种心态呢，知影无？所以我爱上当，我根本输的我会防晒，恁根本输都袂上防晒。所以，这个物件，这个部分，所行出来幸福，这个物件你拢爱注意。所以我实际听讲，爱做注意，处理到对个所在，唔通嫌东嫌西，唔通要求东要求西，你无啥物了不起。人要甲你收用是你有底线，人唔甲你收用呢，你要安怎？人过世的钱是消化掉。偌侪业，你今日要提迄钱来开，是毋是两方业？你一点嘛输无，到两方业。所以讲点嘛输，大家错误。判断好错误，可能这我唔对啦吼。我呢，即后面大家要互相面对，这个行好对个嘛。到这个实规用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这个是会用，你个这所做的物件，拢来回想，回想我代表重视，讲对你看法。如果你来到这个所在，你这里讲我同学主讲，主讲即是无讲，主有即是无讲，不主讲那是有讲，不主有那是大讲。所以为以这个道中一段当中，咱来体会。伊道中人食无三餐啦，点菜啊，就上西天，哦，就安尼国规大细先，啊，就会先人感觉伊的功就较大体。其实到这个物件，你也回想到，我一无所有，所以为别人菩萨老建议，我来提醒，到了所有艺术山所有有性能经验内底当中，台湾看面当山拢是咱经验的，敢是安尼？老建议甲咱早什么做？这当时吴建议来到台湾的时阵，老建议要对抗，吴建议要安排老建议的囝仔到老建议去，老建议啊，不要，因为伊个人有两个困扰，第一个困扰，所有的这个有性这东西，这个财产。免若属于国高那以台湾，这个法律就讲，因老爸财产是因囝的继承，但是因为因囝的继承了后，这就重要。啊，哪个老先生，因为呢，这是伊无采一世人有大牺牲的圣规者，所以伊完全无一个面出来去了。哦，第二，因为伊无有这囝的事情。8条，吴建民迄阵要请吴建民，要因为迄阵都开始两岸开始给大学生然后来时，伊就开始要请很多啊，所以老千很大牺牲圣洁者，所以呢要走到，那既然咱这个规划来底当中，这么实地你来考察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叫做地根建立菩萨地。这个物件咱来注意，
第7分还是第4分的，第7分内底，一切现实有一切现实，后边咱讲该依无违法，后边皆以无为法，为无为法，因为你经到13年，3年到10岁，这个已经，这个见地见地菩萨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7地、到7地，这个精进力，精进地，这安尼修精进哦，精进地，到第8地，这叫做不退转地，不退转地，不退转地。2、7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到这内底当中，这叫做菩萨，这叫做菩萨，这叫做10位菩萨，10位10位啊，10位菩萨，10位。这个第八这个当中，这个第八这个当中吼，这个叫做摩诃萨，摩诃萨，摩诃萨。这个叫做大菩萨，所以我拄则讲的摩诃萨是安怎分出来，大菩萨、阿菩萨是安怎分出来？我说重新解释这个物件。这有一个叫做啦，释迦牟尼菩萨、摩诃萨，这个物件咱无了解者，咱可能搞不清楚这个方向。所以你这3年就是讲啦，这3年叫做全教菩萨，宽告。宽威啊，叫做权位菩萨，宽威。这是宽威哦哈，这个要到10位的哦哈，爱听好，因为你10性这个物件3年的，你一定要建立一组10年10位用了后，这个叫做啦，这个叫做宽，你要甲讲阿罗汉。这不是跟阿拉，你讲讲，你结婚，嘛已经建立你结婚，所以你这个叫做权位菩萨，不是10位菩萨。你讲菩萨吗？伊要做菩萨。你讲讲唔菩萨，伊嘛不是阿罗汉，伊嘛不是你结婚，安尼听无？更讲起就是你建立了菩萨的这个程序啊。所以你灵魂高尚内底当中，有一个叫做啦，叫做叛教。我过去讲，你这个叛教，若干时、若干日，你讲这个时阵吗？嘛，这个时阵，你讲这个类吗？这个类吗？嘛，这个类。所以呢，你讲这是菩萨吗？嘛，菩萨。你讲你结婚吗？嘛，你结婚。你讲阿罗汉吗？阿罗汉。所以，因为已经建立时阵是免修养了后，当中。应该设定一个叫做啦，权威，迄个权，它唔实，爱听好，这个权甲实已经有迄个权人当有迄个权威啊，权威伊还无实威，实就是讲完全，它就是已经，刚才讲的，我这闭嘴刚才讲的，迄个准菩萨。准菩萨，那10位菩萨有相像无？无相像啦，吼，这样子啊。你准总统还是总统有相像无？伊因为上位叫做啦，叫做准啦。当时呢，啊上位叫做啦实啦，当时哎，我你就听我啦吼。所以伊这已经这3种已经离准菩萨。伊准啊，准位啊，准位，伊即个要入来到即个所在，伊就要开始记地，所以记地初地就叫做翻译地、翻译地。所以咱即话讲，佛教上内底当中，有哪呢？有建业、有书业，有丁沙业到有民业，这叫做四业。啊，建业甲书业就是阿罗汉。阿罗汉，伊就是入圣的自由了后，
因为伊开始就是要建好、建立啊，建好，因为这建好爱等。啊来呢，到书法、安那叫做书写这两种。今日讲起来，当中伊咧进入阿罗汉了后，当中有四个，伊初个、二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二，初个、二个、三个，到四个，这就爱用了。书写，所以书写甲建写，就是长啊，阿罗汉。这阿罗汉，这长在阿罗汉，但是顶山写，就是要进入这个所在，要到佛山，而这个所在。这里尊佛在这个莲花里面，成山，金沙叶啦吼，这个沙号就是讲，足细你看袂到物件，咱的家己迄个细微物件看袂到，这叫做沙号。这叫电刷叶，若过一个无味叶，无味后就到这个地来，所以咱建一分的地，靠一分的无味，建一分的地，靠一分的无味，安尼叫做无味叶。所以你建立书叶、电刷叶甲无味叶，总叫跨数叶。跨数叶就移到对，就移到实际的物件。所以建一地公平，建二地公平，建三地公平，建四地公平，建五地公平，六地、七地公平，这公平都拢无相像。但是到第八地，这叫无实啊，这叫不退转地。什么叫不退转？就是亲像咱一台船，风也顺，水也顺，咱条路一定是不去，因为这无退转。一定上不来，无可能要倒转来。但是到第七地，咱讲第七地，爱搁咱爱搁修精进地，爱搁修精进。伊所伊咧来讲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因为咱这个娑婆地菩萨、摩诃萨，安尼听有意思啦吼。伊这个菩萨甲摩诃萨，我用着安尼甲咱做比喻。可能咱对菩萨甲摩诃萨，咱就直接了解，但是到这时，你会了解十祖、十灵、十位向，这是准菩萨，这毋是叫做这十位菩萨，是心菩萨，所以到时候跟咱那叫做全教菩萨，这个权位、权巧方便权位菩萨，他还进入正式里，十位菩萨，就才讲。伊也很形象，尊重他们的位啦，这是尊重他们的，这个意思更意味更高，意味是这。那实地行过了后，实了后，叫做点觉，叫做妙觉。这一等觉妙觉，把这两个按后边这个过来，等觉妙觉这个过来啊。但是在佛教界，伊叫做52菩萨位，安尼算出来，所以以前就是娑婆地，佛甲娑婆地讲，诸菩萨、摩诃萨的临一定，未来各位菩萨、摩诃萨，应如是行其心。这句话啦咱一定爱了解，因为伊咧问我，免安住真心，免安服平常心啦你咧问我这个问题啦我即个解说应如是行心，这个应，这个应，这叫做名，叫做名，这个应叫做名。然后应如是处，应如是处，还是讲应如所处其心其心，拢有这个应。你无这个应，你怎面？当你面对了这个当中，面对的一切物件，你跟他按这个心，干你讲的是啥？我看到这个消息，我应这个消息，我心里讲，这个消息足水，足歹，足圆，足佳，你是不是你就心世界产生分别出来？但是
分别，这个分别就是咱叫做妄心嘛，该说就是安尼啊。这个分别就是妄心嘛，你讲心不想说，这人你做了水跟爱含有什么关系？你用想法这个谈，咱家己要细心嘛。你细心就叫做起心动念，叫做妄想。妄想什么？后边那个呢？妄想是什么？你的妄想就是执着，你的妄想就是执着，是可怕的事。所以讲很多人妄想执着不能正道。咱过去有一个风中啦吼，咱过去就告诉你讲，这风中啊，迄行，变坏。你看你做那个破水，那个风中怎么把那个做那个水放在心里面？所以讲，咱人有一个意识，有一个叫做潜意识、深意识，有一个深意识，有一个潜意识。这个意识，这个六识，这个七识，这个潜意识，就是我看到物件，我看到伊哩头前这无限，这入来一定要报到这个啦。敢是，若手看到，唔敢听到，目睭看到，触到，这啦，作梦，我会感觉作梦。一个艺术的感觉，我目睭看到作水作坏，那个艺术的感觉。我想你讲，某某人，你看这个代志，我甲你讲一件代志，你爱明白。我无意愿的，我无意识，我无意识啊。我已经没有意识，我无意识，这个潜意识，潜啊，这个潜意识，利用这个。你不能记这个物件，现在你不记这个物件，因为你没有重要。听的名啊，你放过去。但是其实有一件代志你看到、会听到，让你必须心这五种感触到当中，你互你感觉足伤心也好，互你感觉足欢喜也好，互你感觉足快乐也好，唔是连这些内底，就要到这些啦，叫做深意识，这现真的内底啊。要注意，这叫做执着性，叫做执着性。我叫执着性，有无？叫做执着性。你只要做这个来了后，执着这个来了，其实咱人就有话在讲，咱人食到老拢会变胖，拢会退化，有无？啊，定啊，过节会退化，你过节要多较表示才退化。所以你这个过节的跟潜意识。80点钟的内底当中，你第七识的内底当中，就是深意识，叫做心意识，大概是叫做心意识，心的意识。所以咱有话讲，平等性理后边有话讲，心有变，平等性理心有变，心有变就是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啊，你要过节。较本还是记的，较本还是记的。你嘛放跑去，还是放去？有影呢？我来讲，你若会当一直咧回想着过去，若是过咱讲食老嘛，坐着哈嘛，困袂去，健康就讲过去。安尼嘛，是毋是？过去就是你靠这物件，你是这关键物件，这个。伊代表你的物件好，你的物件好，但是你这物件挂掉，这边啊挂掉，身边这物件挂掉，这叫做业，这业性，这叫做业性，这个挂掉，这你也放袂下，但是你挂边去就来，你挂边去就来啦。伊这边总啊伫地底下来，这地底下，这个下来叫做大中性。有高雄叫做大中性，嘛叫做流动性。
咱讲叫阿赖耶识。伊即个物件，六七方面后所比即个来参这个，即个本身即个带落物件，即个阿赖耶识。因果识，转入论明。毋过咧，伊即个物件了后，咱人因中即个五甲八，即个叫做高尚，无上转，即个因中转，有无？你咧想咧第六、第七，即个若无转过，无转去无成功，叫做转世成世。你转第六识甲第七识来智慧，转这个智慧，转世成世。你看哪造反讲？若能转世不留情，还清永驻那家店。有无？你若会当真正，即个六识，就是转成讲，你到对一个所在，你拢改变，你有影响，你拢有影响。而五个内底当中，即个五，因为叫做五八六七五，就是讲啦，成所作地，成所作地啊，成所作出物，成所作地物，即个作者人毋捌，但毋是大拢毋捌，是安怎作地？伊协助第六识甲第七识去成功所做的一个智慧，咱听有无？协助第六识甲第七识去成功所做，要哪互转识成智？这两识要哪转识成智，互成功？哦，若安尼人当元行，就是第八识，就是因为当元就是当参像这个第八识，伊这个大元行，完全就是拢无验的物件。毋过呢，因为咱知影五进这六识六五，这六七就是一定爱这个五，咱咪一识心智，这物件无起来。啊，这物件这五吼叫做工具。叫做就是一个六七的功夫，啊六七的功夫，你报入来，你后到底，你报入来，你目睭看到有真无？你耳孔听到有真无？你嘴讲有真无？但你必须先讲有真无，然后有真报入这意识也是清净。你若报入来，无清净这意识，你若有智入来，这六识叫做六智。你若他说无清净，你就叫良识。那安尼你要协助伊成功所做的一个智慧，无可能。因为你这五种毋是协助伊成功，伊协助伊去轮回，协助伊去轮回，咱听好啦吼。所以毋通成所作地，当然听妙观察地，言语讲。点点受地，受无地，受无地，大元行地受清净。三心专属地，就是安尼解说。所以今日你一定要了解，啊，就是过去，我之前讲无了，过去一个事啊，你行，去看，这种作水的作品，这作品水到，会使甲讲叫做美观，伊的生活拢异样。这种异的这些呢？到第几岁呢？经过23当的时阵，一条纪念着过去迄个作水的作品，啊，记迄个影片是有按照这样子去设计下，有一个人中，而且这个上都从死，死去了，把这个唔开呢，把这个唔开，因为怎样？咱讲死吼，不瞑目吼，不连伊的道地就知影讲，咱书啊，较早常咧讲吼，对一个吼，伊几十年前对一个祖囝仔，足水个祖囝仔对人讲，安尼就对，啊是毋是讲啊？咱想念迄个祖囝仔，所以呢，因迄书啊，可以传着，伊30几年前迄个祖囝仔，然后30几年迄个祖囝仔。迄
迄阵啊20外岁，3几年无60岁，对不对？过去一日尾，即马那一条那做过啊，对不对？无受伤啊。以前咱后壁咱后摆这过去做总爱嘛做水啊，对不对吼？但是无，即毋是讲做歹，即毋做水啊吼。但是无过去，较水啊啦。我后摆这个是安尼，我来咧是，即嘛讲事实，因为时间的变化，然后讲人骨随人老，有这道理。因为到了去互伊咧书看者尔，目睭水刻咧，目睭水刻咧，哇，差这过去一日头尾800万，伊咧感觉唔刻一条那好快，特别差这，这后壁是我讲的，无安尼讲，即种刻走，迄就是哪，迄就是潜意识的内底，生命史的内底，所以咱今日这潜意识咧挂入去了后，可怕物件。咱咧修道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清楚清楚，所以呢，咱来讲，哦，这个叫做分别妄心，哦，这个妄想，哦，这个执着而不能正的，这个物件。但是应如是主，哦，这个如是。但是你既然你有这个物件，因为你出菩提，你问我一个问题，问我什么问题？温和艺术，温和他人艺术。你问我这两个问题，我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甲你解释。哦，应如是，这两句话真重要。所以讲叫做心不一如，心不一如，莫不该思。这句话，心不如是。这两句话都是在造出来。这个如，金刚经的第4分内底当中，菩萨但应如